俺个爸爸跳摆就是民国61年噶哈吼，跟日本人来高举做木的哈，俺爸爸就慢慢的就是运作，个生意运好，俺拄拄好高中毕业，吼俺弟弟高中毕业，两个向下去复习的，吼，个去差不多1年人去学转来张老阿爸天书，吼，做到了有40来年的吼，一定很辛苦，因为我们从高中毕业才来学，好像就是要做这个身段，好像比较有一点难哦。人家都国小毕业就去学了，就除了中午休息之外，那个时间都在学习啊，磨刀子啦哈，就是他那个师傅先出皮打一打你，这样慢慢修，这样一刀一刀的修，那个时间是很长。那个脖子够了才可以停下来给它放干，差不多1年以后再雕刻。你如果就不限量把它掏空，这个木头会裂，而且永远不会干。你不掏空它不会干，而且先把它掏空，这样剩下这样薄薄的，给它自然干，而且那个木材不会裂，而且会干。哦，你如果是不先这个第一步的工作你没有做好，等一下给它干的话，要挖的话很不好挖。最后一层就是调音，调音就是弥补那些不足的，就是说哦那边太厚了，那边太薄了，还是怎样？调音是最后的工作，这样是挖洞是整个成型后第一步的工作。咱这个喙齿老安尼是有拄好无？即摆按只是差不多。哦，这个坑嘞，这个坑嘞，这个坑嘛介进。嘿，这个坑嘛真水。即摆你是惊讲吼，搁去哦合咱就是下二瓦来。嘿，但是迄二瓦无要紧，咱以即摆目前咱初批做就是做安尼，哦，即摆安尼是无要紧。因为这款的嘛，袂使讲你一次就给它做到位。一次搞定哈。因为你现在不是要到最后的步骤嘛，你要一个步骤来，你不要提前把它破坏掉它后面的步骤去了。调音这是最高的技巧，因为这个调音，这个人要心要静，才办法调制好。你如果说心浮气躁，这个音总是调不好，这是相对的道理。基本是调音嘛，高低都差不多拢做特别好啊。这上后边的工课是调音要每个地方要平均啊，看有没有音量好不好，要一直看。28岁，爸爸全部放给我，都给我自己去日本日本我是一个人，那早期没有办法一个人去，跟贸易商过去，他带我过去去那边看看日本的寺庙日本的他们的原产地日本的木鱼再看我们的木鱼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气候的关系变化，你去了解说它的气候变化的程度，你在这边做到什么程度，去到那边才会适合它。所以不能那个洞口要多开一点开宽一点。去到日本，它刚好陷下来，刚好民俗过去你如果说销售台湾的，你这个洞口开这样。可能气候都一样，它永远都不会变化，就是这样。这样我就会悟到说，这个气候会决定一个木鱼变化的因素，所以我会回来自己调整说这个洞口。像这个这么小，没有什么空间可以磨，你就是要微调高一点等一下它磨下去会陷多少，那比例要自己去抓出来。最大为是断层，后继无人。这个行业，我说永远不会没落，因为拜佛、念佛的人一定有，是多还是少，只是怕这个我们雕刻师傅还有这个调音这些师傅断层，他们都老了，年纪有的都比我大，所以只怕断层，不怕没有生意。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水生，欢迎收看今日暗巷风化哦。相信大家呢，睇我看过嘅影片以后呢，都提讲，今日介绍嘅係馬上呢，今日介紹嘅有請嘅係李泰國李師傅吼，佢係專門做木魚嘅嘅專業嘅工匠啦吼。李泰國呢，佢做幾十年嘅時間，今日有請佢來到節目當中，都係伴大家呢嚟了解到底嘅木魚愛樣辦來做。李泰國會有詳細來介紹吼。首先嚟分享李龍莊李泰國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李泰國，今日從哪位來？通宵。哦，通宵哦，同樣咧，每到去上牙就嘅節目哦，呢節目哦，從喺通宵打造都過來嗬。係啊，是係非常嘅無限哦。係想去請問你一個問題嚟講，樣板鹹一種嘅角，鹹做木魚，咁名係樣板來。嘅木魚就是喺強方妙方師傅嘅雙件愛靠嘅，吼，愛做一隻線嘅，愛做象徵做嘅魚嘅精神，魚嘅吼精神就是說精進啊，精進啊，嘅魚嘅木柱按布條、20條，佢全部合起來。哦，我意思係講，係咪因為魚嘅吼，有時按布條在曬木嘅時間吼，佢木柱嘛係打開嘅。對。錯，係就是按呢。24小時攏打開，也係代表講，也個木柱吼，隨時攏有去看到嘅事件嘅事物啦，嘅乜嘅東西攏看得到。佢嘅外形，看嘅外形，嘛像魚嘅外形，係咪因為按嚟來？係按嚟形嘛象徵嘅魚嘅精神。從來不閉合眼睛就對了。人拜佛的精神安尼啦，吼，唔是合歌安尼。哦，因為係木頭來做啦，吼，所以叫做木魚啦。那以後係咪會改變成個塑膠來做？塑膠，那不是塑膠魚。因為個樹誒吼，具有靈性，吼，佢做起來個聲會按咧調音，當初人要調到按角伊誒吼愛。個師傅強方妙方，師傅雙件愛用嘅繩，個塑膠嘅但一啲繩天天。專業嘅用語都會講佢嘅回音啦，吼，中間挖空動昂咧，挖開以後都係要搖嘅聲音要出嘅聲，用塑膠嘅來做嘅時間吼，個曲。單音而已，唔可以要計回音，唔可以回音吼。哦，安尼大家都第一講，原來我以前哦，還冇 get 到李泰國嘅時間。我攏想講，馬街係木魚呢？木魚為什麼不取什麼魚什麼或是什麼東西，悄悄響響的？可是呢，原來木魚佢外形看起來像魚嘅，個木柱都係代表24小時，因為魚嘅木柱24小時都磨合過都出嘅啦。對。哦，學呀，係學幾嘅時間，樣板會接觸到也嘅做專門做木魚嘅工作呢？佢條拜我爸爸就是日本人，佢日本嘅工資統貴家下，佢來請人留佢推廣，我爸爸都留佢推廣，係細漢家下就看我爸爸做，但是做漢家冇講。做到當吼，我兩兄弟嘅，然後我落台就去學書嘅轉來，然後我爸爸聽書，安尼做起來就當成功。哦，我請問哦，係先吼李泰國，唔講爺爸吼，喺該當時爺爸幾多歲嘅時間都接受到爺夢。從爺爸開始講啦，因為我看安尼介紹，爺爸開始學嘅錯冇。爺爸喺大約幾多歲？我就該當時幾多歲？我爸民國幾年嘅時間？民國60年開始接觸到我爸爸，係。哦，該當時日本人來台灣，係愛潛人，都嚟教爺爸做錯嘅。係。佢一年做嘅唔講係本期啦，佢爺爸學幾久嘅時間，佢係咪後生都開始要做嘅？日本人來家下爭學嘅。哦，日本人來爭學，佢簽到日本人來台灣簽，都學佢簽到
爱个由伊细细的雕刻厂，啊，佮款讲，来做木的好哦，爱爸爸就留去配合，配合一拖的，爱佮款，佮做落去有收入啊，吼，就嫌爱老台，加一道去好事的，雕刻个方面做较精细条的。毋过爱同好奇的都会讲，搿木吼，伊根苗我用几道粒，那有嘛该收入？佮安尼想法，拄好喊阿 Q 吼，佮上个完全kyung用，阿 Q 就讲，自从阿 Q，讲自从，佮咱个太迄个高中毕业的，去学个薯条吼，安尼开个薯条，开个薯条无前途啦。个俺爸爸讲，好，你要同去汉室去开个 Q 咧，俺做到40人个生意嘛变滚啊。个他开件都要抢你安尼想，但是个就是每日想唔到的事情当中，俺妈安尼想讲。死求2年无安泰吼。一开始日本唔係講賣磚七家樣，佢銷世界各國。世界各國哈，所以跟量慢慢的增加台灣嘅大家都嘅時間風行的時候，風行的時候，大太細木全部賣槍。佢係唔係講賣過來吼，老家嘅木吼送本苗，佢那出獎以後，佢都買一隻木送本苗。對，發行啦，發行係啊。安尼都有一個問題哦。該當時講大家的風行的時間哦，係唔係個根苗地度都當做木，可能幾10粒嘅木，唔按冇。佢會翻新嘅，細粒翻大粒嘅，大細粒至少4-5粒以上，伊就講向係佢除一烤粒，4-5烤粒就要分開來烤。所以安尼少量動態，少量動態，安尼難怪講李太哥吼，佢要做副唔察啦吼，喺當時有樣，因為安尼工作嘅時間差不多幾多點鐘？唔記得冇？喺當時以前全部禮拜日全部禮拜6半夜冇病了，每條係一加班加到9點10點，安尼從13年，安尼13年安尼按從全部安尼做。安尼大做幾多點開始做？7點。7點做到按部聽講9點哦。9點10點不等。那講到9點都好，因為都14點鐘。係啊。逐年都冇病了哦。冇病了，逐年做一整月30日，逐年攏做。差唔多。安尼該當時賺到多錢哦？錢嘛，有賺錢都冇賺到錢嘅。我人講唔是煩惱，我要同加錢啦。我意思講，該當時風景好嘅時間吼，經理當好嘅時間吼，大家都咧度假啦，大家樂啦嘛，該當時風行嘅時間，唔都賺到多錢啦吼。唔過家下可能到大家下係唔係有減少？或者係講唔該學習嘅過程，因為我台灣叫譚哥講李太哥，佢高中開始學呢，有啲人呢小學都開始學嘅啊，佢高中開始學，樣板乜要根本也係成就呢。休息以後再過來講。我就挑木嘅那個醫生啫，你看我安尼考，然後我書安尼暗點，安尼耐上較好，大概較好。係啊。我就是像那個欣賞安尼老弟吼，把脈。歡迎到咗嚟暗巷風化嘅現場哦，台灣同嘅木大使吼李龍莊李太哥哦，我都當好奇講，請問李太哥個，因為一般嘅人對學士嘅吼，以前做事嘅，攏係國小畢業、國中畢業都開始吼嘅，
按高中才開始來學呢，咁咪跳唔慢。有咁慢些咧，有咁慢些咧。但歌場要動辛苦嘛？動辛苦，就感覺講按多些，真愛學書誒，有一個較不平衡嘅心理啊。到而家韓國有咧做嘅人有動到冇吧？你下冇動到，但是有一些咧用機器去做。一些的將也唔做得全部用機器來做啊！做唔得，還是用一些的，一些的用機器聽。講部分係用機器來做，大部有嘅手工全部用手工較多。哦。尤其係調音，調音嘅個書嘅裡面嘅技術，同一條書嘅調跟咪。佢調起來，做起來木調嘅聲音冇共樣，係啊。哦，因為佢要看佢嘅密度啦，密度啦，密度。佢嘅密度啦，講較窄嘅時間咯，佢嘅聲音都會較實在，錯冇？係咩啊？咧，哦調音喎，你講調音係最困難嘅事情。係19歲都開始做，佢排聲係唱滿5幾年幾多歲？57，哦，安尼算啊！40年嚟呢？40年有啊，有。台灣要講到也40年來嗬，講台灣嘛講，我嘅收入當好嗬，10幾年嘅時間，工錢也當好。收去日本加一張嘅差唔多2000粒。2000粒。係。啊，攏唔出價2兄弟嚟做？唔係，我要搶當多數。跟以前差唔多20人小時候。20人少。係啊係啊。哦。佢就做好體育嘅雛形，做好以後，愛調音嘅時間爭唔親密加有分工合作，做粗胚就粗胚，嗬，雕刻的雕刻，嗬，嘅弄沙子的弄沙子，嗬，機械打工的打工，親密嗬愛爭調音啊咧，哦，嘅一陣門做到結獎嘅，嘅音無好，要人啊。買嘢啦，唔欣賞啊。唔講調音行嘅都當好去講，都大樣嘅調音咯。調音嘅意思係人講唱人嘅彈琴啊，嘛計嗬。個調音做得也要安尼準備都做得調。啊，唔計冇唔一樣調音，地板都空空啊。像你一隻木嘅嗬，你一隻木嘅安尼嗬，我就跳木嘅那個醫生嗬。先生嗬，你看我安尼考，然後我書安尼按點，安尼耐上較好，大概較好。係啊，我就唱那個先生安尼老弟嗬，把脈，看佢心臟唔好，是胃唔好，嗬，是支氣管唔好，我再落去調音啊，一擺調音，唔好調到痛大。佢就冇機會，唱歌然後做咗調，我專門也講藝下，唔講唔也調，冇計集，唔哪也集，計集本藝，計集本藝，唔講也調音嗬，我想了解，也程度，係唔係每一集嘅程度攏強樣深度啊？冇強樣，絕對冇強樣，因為唔哪硬書嘅嘅幾油，也幾油，係即歸來較芳，嗬，硬書嘅嘅調音嘅。技術愛較高，較無調。哦，我哋都會講，因為書嘅材質那個材質啦，嗬，而無強樣嘅書嘅調法就無強樣，調法都無強樣。靠嘅時間嘛，做唔得。套理來講係標點來靠啦。係。那平常是書咧，拿點來靠，係應該拿也同昂錯嘛？係咪啊？安尼啦。哦，因為我有看過有個人，佢買行路嘅時節啦，有一個師傅的發言，有冇？佢喺路上的發言，安尼拿錯，佢係安尼拿。哦，搶人大法會，師傅大法會嘅繞火，對吧？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樣繞整個場繞完啦，他要拿整繞場。佢也係設計嘅部分都係因為愛方便佢拿啦。哦，我想講奇怪咯，佢那安尼是做也片旁邊側都唔是做啊。佢安尼靠個時間，唔會影響到佢也光明嘅結構啦，嗬。唔會。那講拿點嘅時間，拿也片台灣唔講拿點，安尼聲音都冇強樣。冇強。那安尼老嘅
扣的莫去哦，去M 店， M 店就去上去编的，你看。所以爱调音嘛，要先看伊遐讲安尼上样的，吼做者调无啊翻片，莫讲安尼无翻片，佮一片一片无轻用翻片，佮靠翻油无，那会问题，怎看底度，哦啊佮开口的，哦爱去了解啦。修改过，爱修改个嘿。哦，用个雕刻刀来。雕刻刀嘿啊嘿。哦，慢慢的。一时咧，你跳到哦，一下跳大你就做唔得咧。一时咧跳到拄好啊，就是爱靠耐心啦。唔讲调音，咁有标准，有标准吗？像该你知道吉他啦嘛，该几个调音拢有标准。按个调音的标准，就迄五个耳孔就是标准嘛。cái nghe nghĩ còn標準，cái sư傅nghĩ còn乜當標準，佢咪嚟 talk 嘛嚇，咪佢咪 talk，佢咪講誒，李老闆nghe cái sang 吼，唱歌咧講啊，師傅唔怕，唱歌愛天天攞你調一下就好，調個大調，係啊，先從做隻調本師傅啊，即係安尼就是輕重要嘅。其實吼，李太高佢講嘅意思，你講每一隻師傅吼，佢家己嘅聲音吼無共樣，有嘅人吼愛較大嘅聲音，有嘅人愛較高嘅聲音，錯冇？錯，安尼師傅就是安尼。師傅佢愛嘛嘅家己嘛嘅聲音，人都調本佢都錯嘅。對。所以照道理講，個調音都係因為人客戶吼，佢一定愛嘛嘅聲音，唔調本佢都錯嘅啦。對，係安尼嘛吼。cái sư傅敲則要四則咯，你無，他說也都好彈啊，佢要安尼，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問師傅講，是你愛的聲音，還是你的聲音？佛，你要4個聲音給你選啊，我會問師傅說你要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你4個聲音你給我說啊，我就調啊給你，就陀，佛，4個音都出來了，我可以把它調4個音啊。意思講阿彌陀佛啦，係啊，唔愛愛都問唔愛咪，愛都讓咪，唔愛陀，愛都讓陀。對，就是可以調到這樣，所以師傅愛個高速當到出家師傅去，佢就當好氣講，嘿，愛個愛平常啲點好買，唔將安尼。單聲，按做隻調到回音出來，其他個做隻調出阿彌陀佛，嗌買物都冇問題嘅，嗌雙肩當好用啊。做，其實吼，李太講，而家加出吼，都唔該上數，韓國唔嘅耳孔。呢個係道理哦。道理吼，唔係一般人做得調呢。唔講台灣人講，唔係都啊個係啊別物解，冇咁簡單，冇咁簡單。有得做到幾啊聲人，佢冇用心，嘛天大都係，按你用心嘅人吼，做者去了解個地度嘅結果，人客嘅需要，去日本嘅氣候嘅關係，佢嘅聲一定注意調，像台灣就較早地講一般調吼，像人社去泰國就是有個南方甲北方嘅，南方嘅就氣候人台灣較強樣吼，個北方嘅就較冷，個樹係要密要熱，個當道因素，所以人當注意。安尼個啲李太國唔止係聲音要彈哦，雕刻嘅功夫嘛當好，韓國有吼，佢吼還要研究天氣氣象學，對，各地嘅氣候都係樣板，安尼也係都當厲害哦，都係樣板來選呢，真係好呢吼。像台灣人講，泰國北方、南方、美國，或者喺日本來講，也都係按樣板選，按樣板有乜嘅技巧、技術嘅地方呢？對哪種來講？唔嘅產品賣到世界各國，唔但講賣台灣、日本，因為我做40年嘅，做幾十萬點出來啊。預算高幾十萬粒啊！係啊，太細粒幾十萬粒啊！
到咗啦，暗阳风化现场以后呢，继续向李太哥提话球讲到哦。李太哥讲哦，气候因素很重要，样板讲呢，气候影响到个输的，个输的吼，球队会慢慢减缓啊，冲人啊要减缓啊，啊球队输的较唔减缓。唔讲减缓无减缓，冲减缓的输的迄物解。上到山下，哦，南方的海拔较大的，较大的，佢个水分较大，都印太，所以安尼输的较唔好。佢北边呢，佢个北风一直吹，而且阳光一直照到，佢个输的较好。哦，经得起严酷，严寒气候的输的都好。较好。啊，你的意思就讲，低海拔的输的无好，高海拔的输的较好。唔像个中央青色要海拔1200，个风快差唔多1500，加油慢差1500。像讲咱讲平常时个低海拔的山的输都无好嘛。个山的是青蓝的输。哦，啊，较好的都唔听讲加油啦、红快木啦，嘛该亚种。樟油树啊。长牛人嘅樟牛树系啊，用办公啊，樟牛树系嘛？长牛，人学嘅牛撞骨嘅啊。哦，牛樟芝的哦，樟芝树啦。啊，去到那边买，唔敢讲，像日本啊，美国的部分啊，大陆都得一样版本的，唔做得列举嘛。像美国人吼，哪一美国用，该输的嘛，该输的较好。若去美国啦，我就建议佢用加油，较好。啊，去越南也是泰国，我就建议佢用个几人就好，啊，去日本，最好是种牛种。样板要安尼分？因为佢个气候，个输的，佢会虽然然后佢倒下来。佢还有生命存在啊！佢个细胞虽然死体咧，佢还有那个细胞在那边。去到佢属的出接要感觉到啊！没感觉到，也系骗人搞嘅系啊？唔系，我就是切家亲身体验咧。我有去日本去也多，就感觉讲，安尼调个盐，留个属的，日本嘛个属的较适应啊，我就去上岛，去寻安尼书来做社会日本，像越南较热，新加坡较热，我爱寻个书的，我去越南，感觉安尼书的，嘛个书的较配合佢，我要寻。啊，像你下全部小泰国我去厦门展览，要感觉，虽然厦门的气候老人差唔多，跟老人熟的都有出入。比方说，个书的，佢了要闭，佢闭一丝丝的。你底下无闭，打开来，个展场个地都当发啦。个当空气中的对流较大，嘛闭一丝丝的。老那湿气嘛有影响，湿气有出接的影响。有出接的。难怪你听我讲去个美国的时间，我用的都加油素，较硬无水分，因为美国是大陆性的气候，大陆性气候是干燥啊。像那个明尼苏达州的，还有那个温哥华，那个加拿大的那个气候都很冷，很冷。如果现在我有接触到是那个纳比米亚，还有那个。纳比米亚，还有马拉维，我做去马拉维，马拉维的那个木头就是要和越南的木头一样，它那个是热带性气候。所以你的产品卖到世界各国，唔但讲卖台湾、日本，因为我做40年的，做几十万辆出来啊！预算高几十万辆啊！系啊，太细了几十万辆啊！所以单唔免讲小日本就有安尼小路，就是世界各国爱实施的人就是世界各国都全部有啊！世界各国都全部有啊！而家跟我请问吼，唔该东方做出来的，东方有雕刻唔嘅名冇？冇落款，人就有传一只传统啊！讲你莫刻的名的都伫个。当日本人靠
双镜安尼哦，也无安胎吼，无安尼福波吼，拄唔掉啦。嘿哦，有亚种的国，嘿，有安尼讲法，嘿啊，所以唔该卡落去，无蹲去做一张，因诶蹲落去就好呀。听我就讲哦，讲老日本嘅演员当什？头摆莫过去诶问个日本讲，你是你老板硬问那个个盐有问题啊？有问题。个唔唱暗色了，唔去唱暗色了，安太早诶吼。安太早个驾驶动作啊，佢要求下过去看啊，我去看，我要带个岛的过去啊，然后佢跳，现场然后佢跳，係啊，然後佢跳落去，佢有心想講，我太早啊，你甲做較大個，日本你較正有銷路吼，個有問題個佢都較大粒的吼，就很慢過去，然後佢跳，安尼就結的吧。日本人就是親愛人講有所有，其實用過去佢一付出動作咧，佢買機票啦，買個搶，買個什麼都佢都發嘅啦。機票啦，帶乜嘅食東西全部交嚟負責任。佢包啊。哦，佢包哦。係啊。安尼唔好查。唔好查。安尼，那有嘅機會格高去。那講我自家出錢都較麻煩啦吼。尤其日本嘅消費要按國吼。係啊。有樣。日本以外，韓國有去哪啲國家？因為做嘅人客要求唔去啊。越南。越南你較嘅經濟好嘛吼，嘅體力嘅當然買。啊，相對體力你較佢雖然宗教冇正式開放，但是也沒有冇禁止，所以佢發展得當強咧。佢太寺廟，你看講佢安尼。按胎35升，其實啦，做嘅冇1/10啦，其他就是買架太料嘅，做很動手，佢天紅通按胎嘛，需要東西按多，按做嘅東西就是佢要分別咯，較高級嘅，買台灣嘅，買較平常嘅，叫做前期太料嘅。我嘛感覺哦，有嘢問題要請問你睇過，也講去日本個去越南每家嘅服務啦，做售後的售後嘅服務。也那講去過其他國家去了過冇？當時樣辦？侬因為工作上出國，也因為較無限啦。無限無一了。以後那講吼，那退休以後啦吼。那講前面當然係傳承，退休以後唔會講安尼，去到哪個國家，去到個寺廟地度，都來看邊那講家真愛做嘅，家真愛做嘅安尼，會安尼想。唔講安尼就是真合愛意，愛就是有一隻創立一隻動態門嘅吼，個人愛買去睇了，個前日個一個師姐來講，你唔好買去睇了啦，按特別嘅東西你買。到台灣啦，佢按發心按買雙吉局廟方啦吼，買到台灣隨時一看都看得到啊。嚟講嘅就是愛欣賞，因為嗰都經常個字嘛，叫個字嘛因為做出來個產品啦，個成功嘅傑作。賣出去以後那講去到街，看得到嘅事情都感覺當歡喜，當有一個親情嘅感覺啦，我看到我面當時我要感覺當歡喜個講喊我冇快鐵啦，喊靠啊個上啊，我遠當好，即個想想我條擺呢做按好嘅上出來咯，吼。通常唔講要快鐵吼，也冇唔做啲那講好保存吼，做啲幾10年、200年冇有冇？好嘅書嘅，有安尼。耐度，你講芳樹誒，佢都冇清楚咯。可能幾年都快啲咧，嗬。唔係幾年，至少要10年。你清楚冇本佢跌下來，而且將排要衰到。唔講只做乜嗬？最大做到幾大，最細做到幾細。清溪兩村呢，佢烤出來
上动这样，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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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该要做嘛该咯，按细粒，记嘛中没有地图，根本没有地图的靠唔无唔係記，就是一隻細木嘅，一隻細裝嘅，細隻裝嘅，啊一隻曲，他這樣曲阿彌陀佛曲曲，啊他哦啊你是裝，啊是那個木魚，啊你是我啲，如果我看到要當到師傅吼，佢啊燈啊入邊曲曲燈曲安尼，又係最細吼，最塌粒係幾多尺？家下有講過，3尺8千體，也安尼1尺32公分嘛，90公分4尺嘅，哎呦100公分咯，8人公分，114，哦114公分，動態咧，啊態哦。動態哦，啊佢像佢安尼114，安尼差唔多愛160嘅了。佢安尼算法咧，安尼個位吼長度吼差唔多114，安尼差唔多150、160嘅啊。所以動態。該通常來講，唔講安泰係比較於太沒有地圖嚟靠嗎？有，但是佢嘅廟叫安泰排到迄張中央，其實吼，佢要買安泰嘅人就是排落去一隻木一隻龕排落去到中央，其實佢要哪一隻較重嘅吼，做早晚課，佢安泰佢唔要講等於安尼靠啦。啊，唔講吼，也冇唔講做個最大唔做過幾多隻，唔有算過冇？最大做過幾多隻所以3尺以上，千少嘛560隻拍油嘅啦。好，啊到底吼，該木嘅春策安樣嘅算吼，韓國橋呢？李太哥講13年以前13年嘅當然吼，攏做12點鐘啦吼。啊以後呢，啊也生意係咪好呢？等啊個以後佢要傳承嘅任務，休息以後再過來講。好。像本樣安尼來照顧呢，就無計伊就係屬係唔係講一來講，伊講做3-4年嘅時間，唔係講條件好都好嘅呢。唔係，你愛看世界，該大塊來，愛看啲世界，愛 NP 哥就 NP 哥。有樣係安尼做哦。當然啊，睇啊，佢一隻幾啊800，你冇照顧好，佢順時動態呢。歡迎觀眾朋友到進來安鄉風化嘅現場。台灣呢同嘅木屋嘅大使李太哥吼講到當多吼，李太哥啊各位請問哦，對香港台灣講嘅木屋要春策嘅大勢，按樣嘅算咧，唔講3尺8嘅迄期嘅寬度嘛，啊佢講高度係樣辦算嘅前年係樣。從一般咧算嘅春策有強樣冇？冇強樣。係。從按呢來講吼，按呢3寸呢。係。哦，按呢。橫的3寸。係。啊，佢嘅長度就要乘以1.2。等於3寸了。哦，要乘1.2就差不多啦。啊，佢嘅盤度3寸呢，你就乘以0.9，兩寸切。啊，就是有一個公式。你不能條擺尤其就按呢愛較盤一些咧。長度強用按呢長，佢叫做按呢較寬咧皮較矮啊，像日本人就愛按呢，有條人就按呢較薄，按呢較長，超高嘅。所以冇一天啦，按一般就按呢比例啦，按有其他佢天有天做。按呢要求嘅就做按呢本期按呢嘿。像講嘅3寸咧嗬，一般來講，參家私都得買到幾多？寬樹誒，像雞油差唔多1000膠左右誒，嘅胖樹誒就是差唔多400人膠，啊壯樹就差唔多500-600條添。哦，無強樣都寬樹嘅蔬菜。係，寬樹。啊，太雜唔講，台灣講300人嘅，計一張都幾百萬。
几啊百万，几啊百万哦，当输的就算百万呢，嘿哦佮条数爱去税金呢，佮输的爱贵创高呢，嘿佮皮佮输佮对板坡枪，对板坡佮税金爱起填的，哦佮输的差唔多一创呢，嘿哦佮做前高年的输的数无按件钱，哦无按件单签，难怪所以爱签到三尺以上的输的，当难签又当贵。当贵吼，因为蔬菜少啦吼少，怎会按难签嘿啊难签啊？做个爱讲到的滚还做，佮做台张爱做技术台，差唔多3-4年。 3-4年才做一次。唔係，你做一下本去走，走的再做，一差咪又做本去走，慢慢的走，你一下老去做好來佢無走啊，要別鐵無要換啊，人講日本人講砍手啦吼，係，佢吃年乾燥，自然乾燥就是老去標定，像寒天你就老去太早就老改皮骨，啊後天你就老去打開來安尼。生意條，做就咪生意，做唔得生你人間，生意條必槍槍自然的風間就出嘅做唔啦。得生意，呢就必槍槍嘅。哦，安尼。啊，寒天時節當寒，你皮骨老去暗啲，按張卡唔會別，槍人做什麼樣嘅？該都係要照顧哦。哎呦，就是阿公樣嘅哦。李大強嘅意思都像本樣安尼來照顧呢，從無計伊就係伊就係說嘅，唔係講一來講，伊講做3-4年嘅時間，唔係講雕刻好都好嘅呢。誒，唔係，你一看時節，該打開來，愛寒的時節，愛按皮骨就按皮骨。有樣係安尼做哦。當然咧啊，太啊，佮一隻幾啊百百，你冇照顧好，佮順勢動態呢。誒，有樣。細隻嘅就冇幾多錢。佮價數較便宜，較冇出錯。略嘅講有起子啊，銀行講馬馬虎，按太隻嘅，按貴按貴幾啊百萬，你要托啊？唔即按你有問題，按就地圖講按樣照顧啊，像照顧細路樣嘅啊。強用，錯啊！你那個係請問，你不卡有幾多兄弟嘅？3隻嘛嗬。3隻兄弟。啊，你老大。老大，老大。誒，我愛弟迄講。爺爸吼，迄邊本爺就2隻，老二，嘿，啊老三唔係做母語。19年前向下做，嘿，啊硬想講啊，三兄弟全部做母語的吼，伊則分出去做嘅蟹，做蟹，唔做蟹買蟹，哦買蟹，買嘅較有名氣嘅，像 Nike 嘅啦，愛迪達，也說是較太健嘅，啊，去硬甲北鄉鎮買。哦，啊也做得好嘛？冇嘿，因為佢19年去做，你下細學全部買名牌，當出世節啦。所以佢開始嘅時間，三兄弟攏向下做，我爸爸係傳下來，我爸爸叫做李傳儒嘛，哈，啊我都是我是叫做李龍章嘛，我弟弟叫做李龍生，一個叫李龍興，所以我們的公司叫做傳龍，就是爸爸傳給兒子叫做傳龍木魚科技公司這樣。啊，廿幾年吼，唔講唔係人客，大部分攏係大陸嘅人客係，生意係會當好嘛？好，係咪係當好？大陸來佢也較有錢嘛？啊，撥起來，佢來都買太雜嘅，佢一強，佢嘅廟都動態，佢寫雜佢就全部，佢買越睇越好。有呀，也對人講，大陸嘅土豪當道啦，吼，土財主當道。像我10年要去廈門展覽嘅嘛，佢廈門展動態，佢活樹嘅，然後展覽唔係講買嘅本師傅，佢用到好，佢要打電話，嘿，李先生，吼，李老闆。個門當吼，嗌個師兄弟吼，會再蓋廟，我想買雙本去，還是講個信徒愛講愛發心，啊叫佢簽到嗌啊。展覽的意思是個現場買無幾多，好死嘅看好死。較多吼，錯啊！唔會想講以後我樣傳承的問題嘛？這唔係來，其實這就是大問題。個嗌去廈門展覽，個廈門的。新聞台就有老係問到安尼症結的問題，伊講像安尼技術，
有传承的人无，来讲目前无，吼，佢讲按有传承本拼人无，来讲爱动落去传承本，七家人也好，七家来也好，拼人啊，只要有耐心，有失去耐心，你讲动力的人，爱动欢喜传本去。哦，不但是讲现台湾的人体力，嘛做得。嘛做得嘿。所以你古时候呢，该李太国都讲吼，佢爱传承的时间吼，都会希望讲做得传献，唔是一定要传旨啦。嘿嘿。那讲假使讲，观众朋友唔看呢，有个社会吼，佢讲我读书读唔来，我想讲吼，学佢嘅技术，吼，我想佢。雕刻做家嘅木鱼吼，其實呢也木魚嘅市場也唔會差啦。唔會差，唔會差。像李太哥也當然嘛動無限咯。木太多，天壇動多。木天壇多，個冇休息嘅時間咯。也仲係學起來吼，應該有一技之長，技術才神中吼。以後唔會搖到啦。也嘛係當好嘅先至。那假使講有興趣嘅人咧，嘛歡迎大家吼，來同手吼，來同個李太哥來講看啦。李太哥嘛先經過評核考量，咁啊，安尼張做面試一下。面試一下。今日非常感謝李太哥吼，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講了解也個木魚吼，到底係樣辦做出來原來也木魚一個市場嘛係動態，唔係講吼也都係結局沒有跟一件一隻hin 唔係哦，係因為哦，也全世界嘛同到佛教嘅國家吼，有咩嘅地方咧，有神嘅地方咧，都開藥都會有也種嘅木魚啦吼，也係非常好啊吼，嘛做係讓大家咧在那個宗教的信仰吼，來修身養性哦，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事業哈，所以觀眾朋友，假使不卡有個社會吼，上去就好嘅時間，夾要打電話來聯絡吼。好啦，今日感謝李太哥，非常感謝，下回再見咯，好，再見，拜拜，謝謝李大哥，謝謝，昨天講座，來，飲茶，好，謝謝。